呼吸可以成為你去潛意識嘅橋樑。呢個技巧唔係老虎機。你唔呼吸一次，希望有個人問我 Swamiji 冥想嘅時刻我會瞓覺。我話肚臍係基礎中心嘅你，一旦你111呼吸表現技巧，就會見到5個即時嘅好處。聽，呢個對賢人嚟講唔係一個神秘嘅事，但係作為一個可以重複嘅做法，任何人都可以用嚟調節神經系統、集中心靈，同埋將潛意識印得更深入。我而家會為你準備。第一步，準備舒適坐下。你可以喺 Sukhasana 入面交叉腳坐，將你嘅脊椎伸直，但係放鬆，或者用任何舒適嘅姿勢。如果坐交叉腳嘅 Padmasana 對你嚟講唔 work， 聽，你就算趴低都可以隨時做到，冇咩問題。但係建議坐低，因為你唔會瞓。趴低而唔係落入三摩地，你可能會落入尼德拉三摩地，但係冇問題，因為全世界有幾百萬人喺唔瞓覺嘅情況下受苦。人哋問我 Swamiji 冥想嘅時刻我會瞓，我話咁樣好，至少係咁樣你瞓緊覺，因為有幾百萬人受緊苦，瞓唔着。所以而家你用冥想做一種技巧，一種瞓覺嘅工具。所以如果你喺坐喺度冥想嗰一刻就瞓咗，千祈唔好擔心，咁樣係好事，起碼瞓覺。重要嘅係要舒服，保持靜止，保持脊椎直立。所以呼吸可以自由移動。第二步，定位同專注。一隻手放喺胸前，一隻手放喺胸口，一隻手放喺你個肚臍上面。你可以將右手放喺下巴，左手放喺肚臍上面，或者左手放喺胸前，右手放喺肚臍上面，任何嘢都冇問題。將你嘅意識帶到肚臍點，呢個就成為你嘅能量指揮中心。輕輕將意識帶去肚臍同第三隻眼之間嘅空間，意識應該喺第三隻眼度，差唔多好似呼吸係連接緊肚臍同第三隻眼咁。第三步，設定清楚嘅意圖，唔好令到佢模糊。唔係淨係想要錢。喺形式上，一個好似我咁清晰嘅情緒共鳴意圖係豐富嘅體現。我同我一致，我好強大。阿查洛哈姆、沙克托哈姆、普雷莫哈姆，我同生命嘅最高頻率一致。所以哈姆、帕拉馬希沃哈姆，重點係要令到個意圖生動同埋有感覺。肚皮呼吸，用鼻深深吸氣，但係唔好抬起個胸。呼吸入肚，好似你充氣緊個氣球咁。你隻肚臍手應該會舉起，而空手相對留低，呢個係至關重要。你重新學習緊自然隔膜呼吸。第五步，神聖嘅停頓。吸氣後輕輕屏住呼吸，好似吸咗4個咁，保持7個，呼氣8個。1、2、3、4， 1、2、3、4、5、6、7， 1、2、3、4、5、6、7、8，吸1、2、3、4，抱住1、2、3、4、5、6、7，呼氣1、2、3、4、5、6、7、8， 1、2、3、4吸氣，揸住1、2、3、4、5、6、7呼氣，1、2、3、4、5、6、7、8。如果7秒一開始覺得太激烈，你可以將保持時間縮短到5秒甚至4秒都冇問題。重點唔係緊張，呢個係連貫性。喺抱住嘅過程中，感覺到呼吸沉澱喺胃入面。有啲人可能會發現肚臍區域有溫暖、壓力、靜止或者有能量感，呢個係表現有意識嘅編程發生嘅停頓。喺停頓期間想象，同時忍住呼吸，盡量生動咁想象你嘅慾望，見到佢，感受佢，品嘗佢，擁有佢，唔係將佢當係一件好遠嘅事，而係當佢係一件已經真實嘅嘢。俾身體感受下，如果已經做咗會係點嘅感覺。第7步，釋放。
用口慢慢呼氣，感覺到個肚好似氣球咁輕輕放氣。當你呼氣嗰陣，想像壓力、焦慮、恐懼同限制性信念離開身體，將呼氣同嗡嗡咒語嘅嗡嗡聲配對。第8步，加入肯定，層層疊疊咁充滿情緒嘅肯定，例如 Sakdo Nidyanandoham， 我係永恆嘅幸福。Paramasivam， 我係愛，我係豐富嘅體驗。重點唔係機械人重複，重點係情緒印記。第9步，重複111次呼吸，繼續咁做111次有意識嘅呼吸，唔使擔心數到完美嘅精確度。如果你淨係做120，你係唔會死嘅。唔好做少過111，你可以做到120或者130，冇問題。計數本身有助集中心靈，令心靈唔會陷入疑問之中。就係因為咁，111喺數學上，111同對齊，新開始同表現有關。呢個係一個主要嘅表現數字，就算係5至7輪都會好勁。所以如果111個傳4、7、8個週期最初覺得太多，你可以由少啲慢輪開始，然後逐漸增加。更深嘅一點係有意識嘅重複。練習期間開始發生啲咩？明白。大約5分鐘之後，大約50至60次以更自然嘅節奏呼吸，心靈就會開始安靜。賽車嘅諗法開始消失，神經系統向副交感神經狀態轉移，身體進入自愈、調節同埋接受模式，大腦活動會變成 Alpha 同 Theta 狀態。同樣一般嘅狀態，都係同冥想、深層放鬆同埋瞓覺前嘅潛意識特別易受印象嘅時期有關。喺呢個狀態下，每次有意識嘅呼吸都會變成一種重新模式化嘅信號。你唔係淨係放鬆緊，你重新排練緊一個新嘅內部現實。你一開始就會見到5個即時嘅好處： 1. 精神平靜，不斷嘅傾偈聲變得軟化。2. 少啲過度思考，你停止分析所有嘢到死。稱喉。3. 減輕壓力和焦慮，你嘅系統會學識冷靜。4. 內心平靜，出現一種更深層次嘅中心感。5. 增強自我意識，你開始睇到你嘅真正自我同你嘅受條件嘅心靈之間嘅分別。然後就係其中一個最深刻嘅認識。經過一段時間嘅深呼吸，你會開始感覺到你唔單止係你嘅身體，唔單止係你嘅思想，唔單止係你嘅情緒，你係觀察者，係見證者，係靈魂，條件化嘅心靈背後嘅意識。而喺呢個狀態下，表現就會以唔同嘅方式成為可能，因為你唔再同恐懼、懷疑、舊模式完全認同。時間，你唔再係同你父母名同你嘅生物名相關嘅身份，你而家正喺度散發你嘅精神名，同你嘅精神名稱相關嘅個性，即係終極開始輻射。呢個技巧唔係老虎機，你唔會呼吸一次，希望有教法拉利，同埋期望即時嘅魔法。一致性係重要嘅，神經系統係可以訓練嘅，潛意識係可以訓練嘅。佢哋會透過重複而改變，所以如果7秒嘅 hold 一開始覺得好辛苦，就縮短佢；如果111次呼吸感覺好似好多，就積累下。完美唔係目標，堅持係目標。表現科學唔會獎勵鬥爭，佢會獎勵連貫性。諗下呢個就好似刷牙咁。如果你唔做一次而期望終身嘅成果，你就唔會做一次期望終身嘅成果。唔係，聽下，你只係唔會做一次，然後期望終身嘅結果。同呼吸工作一樣，當每日做嘅時候，佢就會成為你嘅基線。而當副交感神經調節對你嚟講變得更加正常嗰陣，有啲嘢就會改變。RAS 變得唔再係一個問題發現器，而係一個可能性掃描器。飛行、戰鬥或者飛行會鬆開佢嘅掌控。
休息同消化就成為咗大本營，可視化變得更加容易。肯定感覺冇咁假，而係似現實嘅陳述。據講伊達、平加拉同蘇舒姆納流動得更加順暢，迷走神經音調仍然受到更多支持。潛意識開始同你合作，而唔係反對你。如果一貫咁練習，你會喺48至72個鐘之後開始發現班次，唔單止係覺得冷靜啲，而係見到真正嘅變化。意想不到嘅機會，更容易嘅互動，有助嘅巧合，解決舊問題嘅方法出現。透過同肚臍中心對齊，你就開始激活我哋嘅經文所謂嘅一種內心實現願望嘅寶石 Manapadham。你同無限可能性嘅聯繫，無論你係精神上定係生理上、能量上定係象徵上去解釋呢個指示都係一樣。練習同觀察，長期重新接線至少21日，每日練習111次呼吸，持續21日。到第7日，你會發現你嘅能量同清晰度。到第14日，其他人會開始留意到你嘅存在感同正能量有所改變。到第21日，你會見到自己同你開始嗰陣有明顯分別。最理想嘅情況係，朝早第一件事，當心靈清新同冇咁混亂嘅時候，每日抽出15分鐘。如果需要，可以設定提醒，每日翻去佢，同埋以感恩嘅心情結束每個環節。稱喉唔係強迫嘅感恩，唔係假嘅正面，而係嗰種話已經完成咗嘅感覺。呢種完成感先係有助鎖定狀態。鎖定狀態，所以呢度係真正嘅問題。你會唔會繼續自動駕駛？俾錢呼吸壓力模式同舊潛意識編程驅動你嘅生活？定係你準備好用你有嘅一個工具？你已經有嘅一個工具就係你嘅呼吸。要調節神經系統，增加迷走神經調，平靜心靈，集中 NAS， 平衡身體，同埋有意識咁塑造你嘅內心狀態。因為一切都係由嗰度開始，唔係喺某啲季嘅課程入面，唔係喺某啲隱藏嘅洞穴入面，唔係喺無窮無盡嘅忙碌入面，而係喺你嘅呼吸入面。你嘅呼吸可以成為你嘅重設掣，你嘅橋樑去到潛意識，去到超意識，你嘅門口進入平靜，你嘅意圖容器，你每日嘅表現儀式。所以由111呼吸冥想技巧開始，呼吸入肚入面，用神聖嘅停頓，清楚咁想象，加入充滿情緒嘅肯定，用咁庸庸嘅馬哈雅克雅，專注喺肚臍度，同第3隻眼連接，每日練習，保持一致，讓冷靜成為你嘅力量，同埋記住你已經有晒所有嘢你內心需要嘅嘢。而家呢111次呼吸簡直係解鎖已經有嘅嘢嘅關鍵。你嘅非凡人生可能只係一呼吸之遙，所以要明白呢個成個過程嘅精髓。博家梵歌喺一節經文入面講咗，斯帕山克里特雅巴希爾巴克雅姆查克舒斯查伊文塔雷 Bruvo Pranapano Samo 缺乏 Nazab Yantera Cherino 雅特因德里阿馬諾佛迪爾穆尼爾莫克沙帕拉雅納哈鼻孔入面同出入嘅呼吸，從而平靜感官、心靈同智慧，令到聖人免於分心嘅恐懼同憤怒，永遠都生活喺自由之中。吉文穆克蒂表現出佢想要嘅嘢。有呢個，我祝福你哋所有人。